有时间又合作冰冻间，在疾病初期会出现肩关节发炎情形，接续下来会产生关节囊纤维化以及粘连，最后会造成肩关节活动受到阻碍、痛痛等症状。不管是伫咧生活还是工作各方面，拢造成不便。现代病院复健部主治医师徐玲杰就来分享有时间初期的治疗方式以及后续复健的重点。治疗方式主要我们就是会教导病人去做一些被动的关节运动，以及主动的一些关节运动的部分。那被动的关节运动呢，就是教病人如何把我们的肩膀活动度，把我们肩膀的这个关节囊拉开，让活动度变得更好。而这个主动的关节运动主要就是训练我们肩关节的一些肌肉的力量。可以找一面这个墙，或者是说找一个门框，手撑住这个门框之后，身体稍微往前动。那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前方这个关节囊，把它拉开来，把前方关节囊拉开来，也就可以增加我们往后旋转的角度。那第三个其实是可以搭配类似像这种弹力带那这种弹力带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把你有50肩的那只手放在下面，另外一只手在上面，然后呢像这样子往上做这个拉的动作，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前方关节囊稍微拉开来，这样的一个姿势就可以让我们内旋的角度也变好，所以可以借由这个简单这个3个动作呢，就把我们的这个肩关节的这些活动度让它能够这个增加。徐医师指出，在治疗上需要考虑有时间是伫咧倒一个时期，因为无同时期有无同治疗方式。在初期痛痛明显，会当采用消炎止痛药啊，加上关节内注射类固醇为主，并维持适当休困，以及搭配肩关节钟摆运动。中期要注重关节活动度物理治疗，搭配居家运动，让关节活动度增加。若是活动的角度伫运动后无进展，会当考虑使用关节囊注射扩张术。若是保守治疗一旦无效果，会转介骨科进行开刀手术治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